会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子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迷顽公气天神度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好哉！上超祖，下引孙，全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诫，第7诫，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肃拜真师反摇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肃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习指，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3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务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
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且？曰：在屎。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监视律兮也。每下欲况，汝为莫必，无乎陶物。指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礼，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戒，1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判，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96亿元佛子先天同具，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2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法万类根源。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待子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